乡亲啊，新年头旧年尾，真侪公司企业办尾牙慰劳员工。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，上班族食尾牙上期待看到的歌手，第一名也是天团五月天。这已经是五月天小连续12年摕到冠军了。 过年过节，除了期待年底奖金入库袋，真侪人嘛期待尾牙面抢有啥。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今年上班族上期待的尾牙歌星，第一名又搁是因。 天团五月天，搁一摆摕到第一名，这嘛是因小连续12年摕到冠军。毕竟演唱会真正足歹买，洪认为会当超越全场气氛的男团 Energy 是排名第二。 这前奏当响，就算伫咧食尾牙，规身躯嘛对咧摇现。另外排名第三是天后蔡依林，500和张惠妹嘛拢有排着顶。毕竟辛苦一年，希望透过尾牙表演，会当互员工欢喜一下。真侪企业开真侪钱伫咧办尾牙，拢输人唔输阵，就惊输阵歹看面。 威利安一出场，就是来到演唱会现场。科技大厂发烧，20号开800道办尾牙，蔡健雅、威利安和北三椒三种表演风格无共歌手演出。然呢，24号期间找萧敬腾、徐佳莹，第几歌手蔡嘉欣。明年上场的公道尾牙有9M88、理想混蛋和500，可惜有电火阵 Energy 和歌舞阵日本舞团 Avantgarde。 因业达的两地神秘嘉宾，佢当看到倒跌。却还是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。倒跌使人感动的歌声，要伫咧节目冷叽叽的季节，温暖大家心。啊，那年底奖金会当领偌济，就先顾巴肚，加顾付出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